继续来看美国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，二八时阵伊雄去拜访北京，而且甲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。外界预测，马斯克即届去中国会讨论要伫咧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的软体，也阁希望会当得到批准，会当摕到中国境内收集的汽车的数据，而且会当转移去外国，互自动驾驶技术的演算法会当愈来愈强。 It's good to see electric vehicles making progress in China. All cars will be electric in the future. 马斯克这段行程无事先公布，伊伫北京甲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，这是伊过11个月去一摆访问中国。李强表示，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，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将始终向外资企业敞开。 中方言出必行，将在扩大市场准入、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继续下功夫。马斯克表示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特斯拉表现最好的工厂，这得益于中国团队的勤劳智慧。 特斯拉4年前推出 FSD 全自动驾驶软体，虽然消费者需求，不过到即马无伫全球第2大市场，也就是中国出来。马斯克这1个月，捌伫 X 回答相关的问题，表示特斯拉的 FSD 真紧就甲中国消费者见面。 特斯拉为自控制1年以来，拢照中国监管机关的要求，将车数据来限制储存伫上海，无转移到美国。根据消息真侪讲法，马斯克这一段北京的行程，一个目的就是寻求北京的批准，将这数据传出到国外，互 FSD 的演算会用学习强化。公司新闻，黄文玲编译。